歡迎各位啲友全面進場。4月24號禮拜四嘅第四節，我哋繼續去跟進下最新嘅國際局勢。有兩單消息要同大家分享㗎。第一單消息，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嘅行政總裁奧特伯格證實，受到美中貿易戰嘅影響，中國已經停止接收波音嘅飛機。奧特伯格指出，波音不會繼續為嗰啲唔願意接收飛機嘅客戶製造飛機。第二單消息，面對中國將鋼鐵業嘅過剩產能對外低價傾銷，越南、印度、韓國、歐盟同哥倫比亞等嘅國家紛紛對中國進口鋼鐵加徵關稅，或者啟動反傾銷調查。好啦，講落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友記得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嗱，我哋先去睇下波音嘅 CEO 奧特伯格點樣霸氣回應大陸嘅反制啦。大陸之前好勁嘅喎，又話唔接收波音嗰啲飛機啊，打擊佢嘅利潤啊咁樣。咁而家呢，其實就係人哋有後着㗎，因為全球對於飛機嘅需求係非常殷切。大陸話唔要嗰啲飛機啦，馬航同埋印航已經舉手話要啦。咁所以你話對波音有冇損失呢？係冇損失㗎，你唔買咪人哋買咯，而且係要排隊排好多年㗎。而家落單起碼10年8載之後先至有貨交啊。大陸而家話唔要嘅時候呢，就益咗其他國家㗎啫。嗱，我哋睇睇波音嗰個回應係點講㗎。奧特伯格接受 CNBC 訪問嘅時候提到啊，原本咧就計劃喺今年向中國嘅航空公司交付50架飛機㗎，但係啊，中國嘅客戶已經表明咗係不會接收呢啲飛機㗎啦。咪有3隻客機啦，就係要調翻到美國㗎，打回頭。嗱，奧特伯格指出啦，正在考慮啊，將已經進入生產階段嘅41架飛機改為交付俾其他嘅客戶。嗱，必要嘅時候啊，機身呢就可以係重新嘅塗裝。其餘9架仍然未曾開始生產嘅飛機啦，就係要了解一下大陸客戶嘅立場以後啊，先至做決定。嗱，由於其他市場嘅客戶需求極大，而且咧，通通都期望啊喺短期之內可以交付到飛機。奧特伯格就話：波音唔使等太耐嘅啫，波音絕對唔會咧俾呢件事啊影響到公司嘅復甦㗎。如果客戶係想要呢批飛機嘅話咧，波音絕對係會俾足機會。呢個係波音好願意做嘅事情嚟㗎。其實咧就冇咩咁大不了嘅啫，架機型都係一樣嘅啫嘛，改塗裝啊，改埋嗰個機裏邊嘅配置啊咁樣，嗰啲位啊，因為啲唔同艙等、唔同嘅航空公司有唔同嘅規格，所以咧大陸而家話要點樣反制波音，唔要佢嗰啲飛機，對波音嗰個嘅打擊咧係極為有限嘅，因為有好多其他嘅客戶即刻話要啦嘛，咁波音有咩損失啫？有多少成本㗎？係咪嘥啲油啦？係咪？嘥咗啲塗裝嘅錢啦，嘥咗嗰啲配置嘅錢啦。咁但係唔會賣唔出㗎嘛。況且咧，大陸啊喺第一次嘅中美貿易戰2018年嘅時候已經打擊咗波音㗎啦。佢已經對於波音嘅訂單咧係極少，多數就係買 Airbus 嘅。咁而家再翻閹多一次打擊，咁有咩打擊？咪打擊而家要交貨嗰啲咯，咁大陸咧之前啊，據媒體報道就係下令暫停接收波音嘅飛機咧，作為反制㗎。馬來西亞航空同埋印度航空就先後表態，願意接手呢啲俾大陸拒絕接收嘅波音飛機喎，人棄我取啊！據馬新社嘅報導所講啊，馬航嘅母公司馬來西亞航空集團執行董事伊斯梅爾表示啊，如果因為美中關稅戰
波音出現咗交機嘅空檔嘅時候啦，馬航集團將會視為可以獲得提前交機嘅契機。現時咧揸緊機會同波音商討㗎啦。你唔要好啊，佢要埋益咗人哋㗎。除咗馬航以外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印度航空近日都向波音表示願意接手呢一批原本交付俾大陸客戶嘅飛機啦。希望借此攞到更優先嘅交付順位，以擴充機隊，恢復市場佔有率。報道話，全球嘅航空公司都急需要買入新嘅飛機，但係由於疫情過後，供應鏈出現咗樽頸，加上波音因為加強監管審查，同埋係啲工人罷工，導致到生產放緩，交貨時間被迫延長噃。故此大陸拒絕接收波音嘅飛機，即時就成為咗搶手貨。你唔要，人哋即刻要晒佢50隻，嗱聲消化晒，對波音一啲影響都冇。好啦，我哋再睇睇係《華爾街日報》嘅報導點樣講啦。波音就係通過其最新季度嘅財務業績，凸顯出正在走出長達數年嘅財務危機。奧特伯格就講到啦，中國退翻嗰3架波音飛機係不會影響波音嘅復甦進程㗎。如果大陸嘅航空公司唔接收呢批飛機嘅話波音將會停止為中國製造飛機，並且波音絕對有能力為中國拒絕接收嘅飛機揾到其他嘅買家。奧特伯格提到佢將會竭盡全力確保中國問題不會影響波音嘅復甦。波音之前就屢受挫折㗎，後嚟已經係提高咗安全性同埋係質素，營運趨向穩定。呢啲挫折就包括咗喺舊年阿拉斯加航空嘅飛機機身面板脫落嘅事件，國防部項目嘅巨額虧損，同埋一次造成嚴重影響嘅罷工，以及導致到2名宇航員被困太空嘅尷尬處境。咁嗰2個太空人已經係接翻啦俾馬斯克嗰間公司係搞掂咗啦而家其實已經係好多麻煩嘢係解決咗嘅波音。奧特伯格又宣傳波音係贏得咗國防部下一代噴氣式戰鬥機嘅製造合同，並且好樂觀咁樣認為波音好快就能夠開始大批量生產 Max 系列嘅飛機啦。之後奧特伯格向投資者保證，儘管喺美中貿易戰當中，波音係受到多方面嘅衝擊，但係波音仍然喺復甦嘅軌道上邊。中國已經話俾國內嗰啲航空公司聽，唔好再落新嘅波音訂單㗎啦，並且要求啲航空公司喺接收已訂購咗嘅飛機嘅時候，必須要尋求批准。最近幾日2架一直停放喺中國舟山嘅波音工廠嘅飛機係被送回到位於西雅圖嘅波音總部。舟山工廠負責飛機嘅員工同埋係最終交付前嘅準備工作㗎。奧特伯格就話，第3架飛機正在係返回美國嘅途中啦。波音係唔會為嗰啲不願意接受飛機嘅客戶製造飛機㗎。波音會將呢啲飛機轉售俾想要佢哋嘅人。報道提到如果波音停止向中國交付飛機，呢個對中國將會係一個打擊嚟㗎。中國喺商用噴氣式飛機方面幾乎係完全依賴波音同埋係歐洲嘅空客。對波音而言中國拒絕接收飛機係削弱咗個收入。奧特伯格就話如果大陸嘅航空公司唔要，
咁就會為呢啲打回頭嘅飛機揾到新嘅買家㗎。咁啊，關稅咧亦都係損害緊波音喺美國本土嘅業務。佢嘅商用飛機有大約2成嘅零部件，以及係軍用飛機1成嘅零部件，都係依賴非美國嘅供應商。波音首席財務官 Brian West 就估計啊，2025年通過供應鏈傳導嘅關稅總額係不到5億美元㗎。呢個數額咧，波音係應付有餘。波音將會幫助嗰啲無力承擔關稅嘅小型供應商。波音預計啊，根據一項嘅規定，佢哋支付嘅大部分關稅將會係獲得退還。呢項規定就話，公司為咗運入美國用於製造出口產品嘅零部件所支付嘅關稅，將會係獲得退還㗎。咁就算唔獲得退還都好啦，頂盡5億美金。如果可以獲得退還嘅話呢，咁直頭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嘅，因為交住先咯，係咪個關稅？到時候攞翻轉頭嘅。咁所以你話對波音係咪哇好大嘅影響啊，好大嘅打擊啊？就唔係咯。所以成日又話大陸好多招啊，好多牌啊咁樣。咁你出嗰個牌呢，而家就係等於搬石頭揼自己隻腳嘅，真係。而且出咗呢一個咁樣嘅航空牌嘅時候，美國佬而家就未有反應啫喎。如果佢有反應嘅時候，咁點辦呢？係咪啊？尤其就係已經有啲媒體指出咗，喂，呢個大陸所謂自主研發嘅 C919商用客機，大部分嗰啲嘅材料啦，嗰啲部件咧都係從外國進口，尤其係講緊美國技術、美國生產嘅，連個引擎都係美國嘅。咁如果人哋要喺呢一個嘅關鍵位置卡脖子嘅時候呢，咁大陸呢一個 C919嘅生產直頭就係會陷入停頓。如果人哋唔賣俾你呢，咁你就收埋皮添。咁點辦呢？係咪啊？所以呢，就大陸出牌嘅時候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至得。唔係話成日都自己點樣贏啊，一陣間又話美國佬輸晒啊咁樣。呢啲喺大內宣或者大外宣嗰度講下就得嘅啫。實際上喺呢一個嘅航空航太嘅層面，大陸好話唔好聽就係技不如人咯。你個技術都未到家你反制啲咩啫？好啦，咁跟住落去呢，我哋就睇下另一單嘅消息啦。就係關於大陸嘅鋼鐵行業啦，係遭到全球嘅圍堵喎，大劑啦呢一鋪。本身呢，大陸嗰個嘅鋼鐵過剩產能啦，就預計喺今年嘅出口量會持續增加嘅。但係而家俾咁多國家一齊落閘嘅時候啦，咁唔知點辦啦？可能連鋼鐵廠啦都要減產啦。根據越南鋼鐵協會嘅估計啊，喺今年越南嘅鋼鐵需求啦，將會係達到2500萬噸㗎，比起舊年又增加咗大約5%，而產量嘅增長幅度呢，就可能會達到1成。越南鋼鐵協會主席嚴春多就話啦，呢一項嘅增長就係受惠於越南國內嘅經濟韌性，同埋基礎建設嘅投資增加，以及係區域夥伴關係嘅強化。不過越南呢一波嘅經濟增長，亦都係面臨住巨大嘅隱憂。彭博社嘅報導話，喺近幾年越南係已經成為咗中國鋼鐵企業傾倒過剩產能嘅目的地。大陸嘅鋼鐵製造商面對住咁多嘅過剩產能，房地產行業又長期低迷，加上出口市場縮減等嘅諸多考驗越南就因為距離大陸夠近，進入嘅市場又容易，而且只要價格夠低就能夠係迅速打開銷量㗎啦。於是乎就成為咗大陸鋼鐵嘅重要出口地。喺舊年越南自中國進口嘅鋼鐵量創下咗歷史嘅新高。自從2020年以嚟中國對越南嘅鋼鐵供應量增長咗近500%，即係5倍。
係咁樣咧倒過去越南。嗱，喺當地嘅業界壓力底下，越南政府從今年2月份開始，對中國嘅熱軋鋼品徵收最高28%嘅關稅，對鍍鋅鋼加徵37%嘅關稅，咪正式啦係拉開咗越南鋼鐵反傾銷保衛戰嘅序幕。彭博社話：呢啲措施名義上嚟到講啦係暫時性㗎，但係咧未來有機會係轉為永久性嘅關稅。呢個使到越南嘅鋼鐵業界得以喺成本上邊啦同大陸嘅產品公平競爭。當中國嘅製造商無法再以低價傾銷嘅時候啊，越南嘅鋼鐵廠就可以喺成本上同大陸嘅鋼鐵抗衡啦。咁所以咧就喺對等關稅公佈之前啊，越南已經係徵咗呢個反傾銷稅㗎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冇得競爭啊嘛。大陸嗰啲咁樣嘅產品好多又有政府補貼㗎，咁點爭啊？佢又過剩產能，周圍隊，佢都唔介意賤平賤賤賣出去嘅時候，咁唯有就係徵關稅啦。好啦，咁印度作為全球第2大嘅粗鋼生產國啊，亦都喺禮拜一宣布咗，要對進口鋼材徵收12%嘅臨時關稅。當地咧就稱為係保障稅，以壓制主要嚟自中國嘅廉價鋼鐵湧入，即其實都係主要針對中國。佢雖然冇講，近年嚟啊，中國嘅鋼鐵產品大量流入印度，咪逼使到好多印度嘅鋼鐵廠啦係要縮減個產能，甚至乎咧係裁員。印度啊，因此咧就係成為咗採取行動保護鋼鐵產業嘅國家之一啦。呢個關稅咧暫時就話徵收200日，咁但係佢可以延期㗎。印度鋼鐵部長庫馬拉斯瓦米就話啦，今次呢個嘅關稅啊，將會為印度本地嘅鋼鐵廠，特別係啲中小型嘅企業帶嚟關鍵嘅喘息空間。因為呢啲鋼鐵廠咧正在承受住進口增加嘅巨大壓力。路透社嘅報導就話，一位喺印度鋼鐵業嘅高管提到今次呢個關稅嘅決定咧喺預期之中㗎。接落嚟咧就要觀察究竟能唔能夠借助關稅幫助到本地產業穩定利潤，同埋限制大陸嘅廉價鋼鐵流入。無論係直接流入或者間接嘅流入中國嘅鋼鐵係影響住全世界㗎。咁如果係仍然冇乜效果㗎，咁可能印度會增加關稅都唔定㗎喎。總之就去到一個位，本地生產嗰啲嘅鋼鐵喺競爭上邊有優勢㗎，咁我加到嗰個位咯，咁所以唔係得美國佬加關稅嘅。當大家都唔再跟以前嗰一套咁嘅所謂世貿組織嘅規則，因為世貿組織嘅規則好多國家就攞嚟轉空子玩嘢啊嘛，咁嗰啲國家都唔跟嘅。其實而家仲有好多唔跟嘅喎。亞洲以外有好多國家咧，亦都開始加強咗對大陸鋼材嘅監管啦比如哥倫比亞政府咧就宣布啦，對於嚟自中國嘅鍍鋅鋼同埋係平鋼板，徵收41.74%嘅反傾銷稅，對鍍鋅鋼瓦徵收94.64%嘅反傾銷稅，為期5年。94.64唔係89.64好啦，哥倫比亞咧喺舊年10月已經對大陸進口嘅鋼筋咧係徵收35%嘅關稅㗎啦。以應對大陸鋼鐵產品嘅廉價傾銷行為。喺今年1月歐盟委員會發布咗執行規則，對嚟自中國嘅鍍石鐵或者係非合金鋼平紮產品徵收臨時反傾銷稅，稅率介乎14.1%至62.6%。呢一個反傾銷稅咧就係基於2024年5月啟動嘅反傾銷調查嘅結果而徵收㗎。調查結果初步認定中國產品係以低於公平價格進入歐盟市場，
咪對本地嘅產業咧造成損害。咁點解會咁平？咪就係有補貼咯大陸可以唔認嘅咁樣，咁唔係點解咁平啊？你冇理由賣一擔蝕一擔係咪啊？因為有補貼咯。韓國又點咧？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宣布對於嚟自中國嘅鋼板產品主要咧就係用於造船同埋建造業㗎，徵收最高38%嘅臨時反傾銷稅。佢哋之所以咁做係因應國內嘅鋼鐵產業界對於中國低價鋼板湧入嘅投訴。初步調查顯示中國嘅鋼鐵產品對當地嘅鋼鐵產業係造成咗實質嘅損害。韓國政府亦都啟動咗對中國進口嘅熱軋鋼板嘅反傾銷調查。呢項調查咧就係由現代製鐵提出申訴㗎，指控呢啲嘅鋼鐵產品係以不公平嘅低價進口，損害咗國內嘅企業。所以咧全球都落閘好大鑊啊！咁拉丁美洲國家又點呢？傾銷鋼鐵咧就引發咗墨西哥、智利同埋巴西等國家嘅反彈啦。呢啲國家咧相繼宣布對於未有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嘅國家嘅鋼鐵係徵收最高50%嘅關稅，以反制大陸鋼鐵嘅傾銷。所以咧就冇人頂得順㗎。周圍咁樣嚟到去低價傾銷嘅話，咁當然美國本身亦都係有徵呢個鋼鐵嘅關稅啦。美國咧就係宣布咗對所有嘅鋼品徵收25%嘅關稅。咁就適用於所有嘅國家，除非獲得豁免，例如係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以外。隨住越嚟越多國家計劃或者係已經實施咗對中國鋼鐵嘅關稅彭博行業研究就估計啦，目前已經有大約50%嘅中國鋼鐵出口量受到咗貿易壁壘嘅影響。今年中國嘅鋼鐵出口可能會因此下跌高達4%㗎。而標普就預測喺今年中國鋼鐵出口量可能會減少1.5%到2%。未來咧就需要重構供應鏈同埋市場戰略。根據標普全球嘅報告所講有關於中國鋼鐵出口嘅反傾銷訴訟仲有19件㗎。2025年嘅出口量係進入到下行階段啦。面臨住區域關稅政策、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全球鋼鐵市場嘅結構性調整，中國嘅鋼鐵產品係有多重嘅壓力。喺舊年其實大陸仲預計今年嗰個鋼鐵出口量會持續增加嘅，就預計有望突破1億公噸嘅鋼鐵，就達到過去8年以嚟嘅新高。咁但係而家恐怕就做唔到啦，呢一個嘅數字，因為咁多個國家一齊落閘嘅時候，你賣去邊呢？已經係講緊有一半嘅產能係受到波及㗎啦，要徵呢個關稅㗎啦。咁所以就難怪貝森特喺尋日提到，就係話大陸靠呢一啲咁樣嘅推銷過剩產能嘅方式嚟到去推動增長係不可持續，而且係會對於世界各國有損害㗎。因為會打擊咗人哋國內嗰個產業㗎嘛，咁大陸方面有啲乜嘢嘅應對呢？就住鋼鐵產業又見唔到有反制喎，係咪？飛機嗰度反制咗，但係就唔知反制咗啲乜，搞到自己又受損。鋼鐵嗰度點呢？點樣反制呢？唔通唔賣好啦，呢一節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拜拜。